快退錢啊！我激死我媽就睇啦！只有佢哪個退錢？哎呀，激死啦！我都知道冇報死扣啦，退銀紙會俾我，退銀紙退錢俾我，激死啦！我買咗100個芝士，文字都未叻喎。哦，你哋嘛最激嘅係乜嘢？最激嘅啦吓，星期4、星期5，哇會唔會？星期6、4卡，我有4日時間會爛啦，我朋友約我會爛，激死我啦！我錄緊我買咗100個紙，我朋友講，你馬上回的份人真係你100個紙嘅事啦嘛，我講冇用的，冇好得過嚟個，我講好得過大家司機我都閪得過，激死我媽就睇啦，我都知道你冇報啦，激死啦，平時3萬幾個人聊我都冇捨得買，哎呀，30塊錢，考慮都沒考慮就交了，不就是和600多萬人團購了個30多塊錢的嗎？退錢會俾我，冇錢團購了，煩死了，乜都冇識點呢位吓，乜都冇識，煩死啦！你第一嘅時候就要報呢度嘛，第二咧都流口水嚟，出得字嘅啦，人家喺包到水包到喺隻腦都生鏽啦，考乜嘢嘅考硬河河你流口水睇人家到事件啦，退錢俾我，煩死啦，退錢，快退錢俾我，激死我媽就睇啦，只有佢哪個退錢，我媽就冇識過你呢位考試，激死！